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粉紅啊色的跑車白沙屯媽祖。今仔日進香第3天，趕速度，我到11點外已經行過西里大橋，來到雲林。啊，講媽祖的鑾轎行到彰化園林的時陣，一度佇個路口咧頓停，是要往永靖，也則是往社頭。最後是選擇較近的永靖，希望會當佇明仔載中晝趕到北港的調電宮。早起10點半，白沙屯媽祖的鑾轎已經行過西里大橋，橋頂黑點點。媽祖鑾轎行了真緊，大批現場佇後壁對調調。時間真趕，媽祖鑾轎隊伍早起5點起駕了後，行到園林接觸路口，一邊是往永靖，一邊是往社頭，鑾轎停落來。現場攏真好奇，媽祖是要行倒一邊，鑾轎還甲真大力，非常的丟毒。橋辦警員講叫4一人，頓地一困啊，尾手行對較近的永靖迄邊去。當媽祖鑾轎早起2點，對台中這處工廠起駕，鑾轎豆豆啊行，中小連續停駕12次，中途來到彰化一間公司。今仔日媽祖鑾轎早起5點對彰化的車廠起駕，沿途敢若停駕2次，就是因為愛佇明仔載中晝趕到雲林北港的調天宮。不少的這個香燈腳長途跋涉，其實腳都有一點不舒服。很多的香燈腳現在都來這邊尋求專業的救護人員的協助。走路的時候，在反覆摩擦，通常都會起水泡。那我們就是把它清理，然後幫它包紮。媽祖的鑾轎一路批，也可驗到香燈開體力跟耐力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